我要找一个康查人，我找家伙，我找家。好，你嘛是共款，好，安尼为我开始，我即个是有，我即个是有，啊有的是有一个叫做悟道，讲人悟道是啥？毋是笨道，悟道。嘿，华语也做运动，就是你若拄咧运衫个嘿，吼，用加上用后背无毋对，安尼话你，坡啊坡有啥物意思咧？坡啊的坡真好话你，平常话你，这个是坡，嘿啊坡，哈，坡啊的坡真好话你，这个是啥物？这个是了，嘿了啊了有啥物大意思？了啊。螺啊是螺啊，螺啊的螺吼，螺啊敢知有人知是啥物？你热头毛的，嘿，真好哦。换你，能，食两个能，真好哦，赞哦，赞你啦。啊，好。这个是无哦，无是啥物拢无，真好话你。嘿，坡道就是坡道，紫色的，啊圆圆一粒一粒的，啊规罐迄种，敢知？对。哦，你敢讲铺道哦？你敢有人厝里讲铺道？有，你讲铺道，啊讲坡道也是。哦，老师嘛讲坡道，我嘛讲坡道，你拢是台北人，敢是？你讲铺道，真诶哦，啊我是台南人，我讲坡道。你台南敢来台南无？真诶哦。好来，后一位换你，这是。我拄则讲fund道，啊你若比如讲，羽毛球的羽。等下，比如讲，我若听到两张拢是啊，我就爱讲这是啊，啊面顶即句话甲念出来，两张的卡牌面顶迄句话拢念出来。所以你爱试看念第二字哦，面顶即句话、像即句话是啥物？你当着人啊，你当着你坐好，你当着人啊。对。按来你坐好。红金嘛，嘿按来红金嘛，安尼敢会使？一开始先慢慢啊，赞哦，好，啊你敢会晓念出来互大家听？好，即句话敢会念？海狗血滚行翻飞，真好，安尼即副你手当去。耶，赞哦，好，换你。还是么？好，后一个，快冲波，啊，刚刚有，啊，即部分拢无人听过。哈，拄则有人听着安尼哦，怎么呢？这是特。无要紧，好，后一位换你。二摇二乐二啊，真好哦，来，想好，后一位换你。你会使，你足够。恭喜，啊，差一项毋是，这是呢，啊，这是吃，好，无要紧，还有机会，在迄伫遮就好，在迄遮就好，大机会换你。啊无恁画棍，甲尾找头纸。
赢的头一个，你惊赢哦？走，来这个走啊！赢的啊，赢的头一个。好 ，OK。等下咧，涂骹有足侪字母，我会出题目，吼，就是比如讲，拄则咱学着遐个字母，我会讲，比如讲啊、个、呢、么、之，你就爱去找，比如讲啊、个、呢、么、之里头的之，安尼，吼，安尼就过关了，安尼开始来，头一个我要。乌勒坡勒斯，乌勒，后壁人会当加到三工无要紧，莫互伊一个你遐做高档的乌勒坡勒斯，好，继续哦，么的哦，的啊好，得爱。的，高像的，嘿，的哦，耶，好，有个啊，你伫遐等一下哦，你来，我要一个，个无吃，个无吃，个无紧，个无。无爱无，无，嘿，比也无吃，好，再来知耶，恭喜，第三个准备好来，我要一个伊特呢不吃。呢吃，迄是字，迄是诗，迄个看起来上无可能的，就是伊，迄个是吃 ，CHH 是吃哦。好，继续哦，你爱行去头前哦，来，我看一下哈，我要一个字。个嘿，赞哦，来，迄是嘿，无毋对哦。好，再来，互你一个简单的，我要一个吃个哦，嘿，吃个哦，哦嘿，好。来，这有几只转回灵机，请问这是什么色？这是什么色？哦，是啊，对嘞，啊对嘞，那是最后青色，真好，来，只能请真足听好，头，咱先暖身者吼，肩胛，大腿，头，肩胛，大腿，头，肩胛。大腿，我速度要加快哦。肩胛、头、大腿、肩胛、红色。伊较紧，你较慢，0.5秒，我紧，目前1分比0分。好，来，第二棒请就位。哦，歹势。第二棒请就位。队友会使甲斗相共哦，来，只能请真足听好，头、肩胛、大腿、头，你爱动啊，头、肩胛、大腿、肩胛、头、大腿、肩胛、黄色，耶！赶紧插一出啊，来，只能请真足听好，来，先暖身者哦，头。肩胛、大腿爱动哦，头、肩胛、大腿，搁一摆头、肩胛、大腿、肩胛、大腿、头、大腿、肩胛、青色，耶！
2分比2分，目前平手，目前平手很赞哦。来，第5棒请准备，第5棒请准备，第5棒请准备，加油加油！来，志玲，请真足听好，爱动哦。来，暖身一个头，肩胛，大腿，头，肩胛，大腿，再一摆，头，肩胛，大腿加快咯，肩胛，大腿，头，肩胛，大腿，头，肩胛，大腿，头，青色。白手呢，相时到袂歹，来摕一颗。嘿，2队加1分，3分比3分，来，志玲讲手表关，手表关，对，安尼就无啊吼，若放落来的人，输的人吼，叫赢的人，就爱甲报纸对后，一直对后，后加你无法度徛位置，安怎知？志玲讲徛，廿2卡，袂歹哦，志玲讲廿2卡。志玲讲目睭，好啦。志玲讲摸嘴，好啦。哟，志玲讲好啦。志玲讲啥个？对。对啊。Go。我要一只枪，敢是 CH， 是吃哦，不是吃哦。吃皮，第7条叫我看的。好啦，等去，水等去，换棒，第2棒，你的步爱飞上去，步爱飞上去啦。我要一个涂骹的涂，两个字母尔。第5条，是乌，不是鹅哦，是乌，不是鹅。你擦掉糊，是乌，不是，水点等去啊。好，等你。我要一个抱囡仔的抱，水等去，等去，我拍下等去。你钓鱼，猎户嘞，我也先看，猎户嘞，向好伊往向水上去。我要一台公车。啊？对。唔对，你差的。吃鸭车。等去。吃鸭车，吃一个，好等去。来，请大家去大家顶坐好，我要分礼物互恁哦。哇，这是我家己做的物件，这叫做台语字母猜测本，就是呢，伊内底有无同款的图，抗黑图吼，每一个字母
拢有一张图，甲伊的名。比如讲，咱来看即个土，伊就土啊，这是台语、英语对照的，所以你就可以当哪学台语，哪学英语。所以土啊，伊的英文就是 rabbit， 吼、啊，比如讲哪里伊的英文就是 pangolin。 pangolin， 你若袂晓领，你问老师，啊，你嘛会当问会晓的人吼。所以来是用一本，等下听着爱讲啥物？多谢，嘿，来。好 ，OK， 安尼咱今仔的活动就到这，希望大家这下晡的活动拢算了欢喜，啊，这5天的活动拢算了，所以感谢大家。好，大家当豆豆就提交出来设计哦，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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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